一連4日嘅2025國際汽車及供應鏈博覽會，尋日喺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盛大開幕啦！展覽設置咗全球汽車、低空經濟、創新科技、香港館等7大核心展區，有11家知名內地車企參展，包括上汽、一汽、東風、長安、北汽、廣汽、吉利、比亞迪、奇瑞、小鵬，領跑主流汽車品牌。此外，仲有近40家科技企業展出載人無人機、新能源汽車、無人駕駛汽車、組合輔助駕駛、汽車芯片等高科技產品。從最古老嘅老爺車到跑車，再到最先進嘅無人駕駛汽車、載人無人機等，都可以喺本次展覽中睇到，可以話係展現咗我國汽車工業嘅硬實力同埋高質量。喜愛汽車同高科技嘅你千祈唔好錯過，展覽持續到6月15日，感興趣嘅話就快啲去睇睇啦！